你开几下？1、2、3，1、2、3，1、2、3。我帮你调高。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伫教会甲大家相见面。这是咱要来串联信息，咱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第一条诗歌，176首。176首，咱来看第二节，第一节的第一节的同尾啊。上前读做要顾伊是君，啊，过来咱来看第三节的同尾啊，下骹尾啊，扶落叫做拍落，对吧？哈，第一节要顾，第二节吼尾啊要顾，啊第三节的同尾啊拍落，好。咱来唱第二节甲第三节。
第三节来，请求归上帝，以这的宝座，难可调出下，哦，罗西有个，今天神龙保佑，亲赞主耶稣，一代给荣跑路，敬拜个清风。请咱个献开324首，324首，这条真有精神，所以咱咧唱的时阵，敢若咧唱军歌咧安尼吼，拿出精神，啊，唱这首歌。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来唱第一节。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风浪，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期待传咱国难革命，摇头看伊来追击，我靠上帝好大真情，有真情。我靠我主来亲近。好，咱这是备办心来做今日早起的礼拜。
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耶和华是伊的百姓的快乐，也是伊受我有的得救的会所。咱来用信诗学乐，信诗第176首，176首。上帝进路报主互人知，请咱起立来吟。上帝进路报主互人知，伊奇妙的名，传到通世界，救主完全的是伊名着真在，伊心都是一个管的通世界。主管管公平，我管的就是也过伊是个伊达拉弟弟，为众去做伊的事，人民拯救耶稣，罪恶罪天地。两救来上帝，一切的帮助，咱拢着出声，无路去有过，今天才都不用去做主耶稣，一段的路，一摆路前路。让咱来敬拜，伊感受出去，当中的光明，智慧和管理，出归伊的祝福，亲爱的所望，哦，侬感谢母亲，听托伊无请咱继续听着，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大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只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示文27篇，启示文27篇。咱三个来起应。耶和华，我对亲恩求救你。主耶和华，你若救看罪恶，是谁徛袂牢？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比酒店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人，你着毋忘耶和华。
伊的确救赎以色列。咱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今仔日伫即个时，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是阮的快乐，阮的助伴，阮的帮衬。你伫每一个环境中，你拢保守阮，带领阮的脚步。求主赦免阮的罪过，清洁阮的心，互阮伫你面前认真悔改，坚定信仰。恳求主即时间临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安静，专心敬拜你。阮感谢主赐互阮机会，会当伫遮做伙向你祈祷。你是阮的创造者，是阮的救主。阮愿意将阮的心、阮的性命，拢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着教会伫社区中播用福音的时间来向你祈祷。求你赐互阮有智慧甲勇气，互阮会当用疼心甲信息来分享你的福音。愿你的圣灵引带阮，互阮的言语甲行动会当成做你的见证，去引互更较侪社区的人朋友来认捌你。我也要为着社区的每一个人来祈祷，愿主预备因的心，拍开因的心门，互因会当听见并接受你的福音。主啊，愿你祝福这个时间，互福音的种子会当伫这个社区中间结出丰盛的果子。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学老信乐队今仔日要学老的诗歌是《我专心信靠主》。
咱着专心倚靠主耶稣，唔通倚靠家己聪明智慧。咱着专心倚靠主耶稣，伊要引带咱的路。咱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历代志下13章1节到3节，13节到18节。请咱来看周报后面有印，咱做伙来看，我来公读。耶罗波安王18年，阿比亚坐位做犹大王，伫耶路撒冷做王3年久。伊的老母名做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俄列的查某囝。阿比亚甲耶罗波安交战，阿比亚用一阵过紧的兵40万来排阵，拢是好打的战士。耶罗波安也用过紧的大勇士80万来对伊排阵，总是耶罗波安埋伏兵伫伊的后面。对安尼，以色列人伫犹大头前，埋伏的兵伫因的后面。犹大人回头看，看前后拢有对敌的兵，就求叫耶和华。祭司也奔后头，犹大人就嗷叫。犹大人嗷叫的时，上帝就拍赢耶罗波安，甲以色列人进人伫阿比亚甲犹大面前。以色列人伫犹大人的面前逃走，上帝交因伫犹大人的手。阿比亚甲伊的百姓大大杀死因。以色列人倒伫来死的有50万过境的人。迄时以色列人就降服，犹大人得到较赢，因为我靠耶和华因列祖的上帝缘故。咱时间来到牧师，今日牧师进度的题目是腹背受敌的宣教。欢迎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正人中搁一遍来竞选阮，互阮愿意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愿你的话成做阮今仔日生命的美流，帮助阮伫即个混乱的世代的中间，阮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阮如何伫每一个时阵，阮倚靠主，毋是倚靠即个世界所予阮的即个快乐甲智慧聪明。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知影人的一生的中间，真少有人是一帆风顺。咱知影生命检彩拢有起有落。因为生命中充满多的无常啊，生命当中充满许许多多的无常，有多的代志就是咱先小力、小心细腻，还是计划认真要拍拼，但是咱知影代志的结果，却无一定照咱的希望来行。意思是讲，生命其实大部分拢亲像那，当时要出日落雨，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真侪拢毋是咱人通决定。尤其当咱渐渐有年岁，当咱经过侪的日子较侪时阵，行过山，看的风景，看世事侪人代志会发生，渐渐咱有了解一项代志，人其实是真自私。人自身是真贪婪，佮骄傲。但是咱人真正拄着代志的时阵，咱佮感觉这人真冷静佮软弱。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听上帝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咱会来参加安尼宗教的敬拜，但咱上时嘛受着侪外在对咱的引诱。互咱无法度控制咱内心的部分的产生啊！这款生命的状况就亲像咱拄着对敌，前后在咱攻击，互咱看袂清头前的路，直到咱常常合入
咱今日的主题腹背受敌，这种信仰的危机，咱到底要如何是好？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经文实在是真精彩，真精彩！用这个戏来搬的时阵那个是在一个战场上面真精彩的一场咱先来看第1节到第3节，你姊妹，咱周报后壁面咱做伙来请亚罗波安18年，阿比亚做为做犹大王。伫亚罗撒冷做王3年久，伊的老母名叫米盖亚，是基比亚人查某囝。阿比亚甲亚罗波安交战，阿比亚用一支过境的兵10万来排列，是好大的战士。今仔日的经文背景是安尼：上帝亲手以对大卫的应允，伊祝福所罗门王四国平安，无战争，无阁受生命中最的对敌的搅扰。但是年老的所罗门王受引诱，渐渐离开上帝，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咱常常拢知影晚节不保，就是所罗门王，咱感觉这大有智慧的一个所罗门王，伊会晚节不保。伫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受到上帝的处罚，一个国家分做2个国家，咱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这是接续南国罗波安做王是伊的囝，就咱今日第1节你讲的阿比亚。北国伊犹原是亚罗波安，咱来知影这个王朝的起造毋是遮尔容易。就咱即摆话来讲，一个政党的产生毋是遮简单。咱上早时今仔有咱台湾有国民党，慢慢有真多的政党毋是今仔民进党但是你看有法度安尼慢慢徛起来，政党后来阁有真多的政党。咱就知影，一个王朝的起造是遮无简单，是用偌侪人的血、甲目屎，甚至牺牲来起造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起造因是咩？见证、敬虔上帝的国家。但一分为二，咱讲兄弟分做2边，搁啥时常咧交战。阿比亚因爸爸罗波安。这个王的时就是2边就特别咧相拍，真正互四周围迄阵个四周围有真侪国家看做是笑话。伫宗教顶面，咱看北边这个以色列王亚罗波安带领以色列10个支派，隔日烧伫伊敬拜方式，因将祭司利未人赶走。咱来看经文知影，大部分的祭司利未人就走啦。北部无，伊就走来南部。你宗教顶面北部合适外邦人的风俗的习惯，因制造金牛犊、金牛代替上帝。南国犹大这第2个王，照利用记15章的记载，阿比亚已经因老爸早前所行一切的罪恶，所以这嘛是歹王啦。伫政治的顶面，咱看，如今南国新王就任，这个北国的王看这是真正的好时阵啊！怎样讲？咱看圣经的经文，咱有淡薄想象力。一个新的王要就任时那个政局是很不稳的。伊有法度，咱知影这个王是大家拢想要想抢要做王。真抢要做王。今日经文讲，北国的王就率领80万的大军要来进攻犹大。阿比亚嘛率领40万的大军，这120万是真多无师有去查2次世界大战有偌侪迄个军队。较早金门
民国47年甲大陆，迄阵金门是10万大军，10万大军有偌济就真恐怖啊！无数细汉的时阵，迄阵有10万大军，阿兵哥放假的时阵，规个街路拢满，拢真溃。何况你看120万，120万是真恐怖，真恐怖。继续咱来看今仔日经文13节，来13节讲，总是亚罗波安埋伏兵伫伊的后面，对安尼，以色列人伫犹大的头前埋伏的兵伫伊的后面。姜果然是老的辣。亚罗波安有最精简的经验啊，伊的战术比较高明。咱讲就咱犹大有40万，亚罗波安有80万。犹大要战赢40万，要拍赢80万的机会就是真少啊。即摆啦，因阁互前后包夹，也是安尼看。一般正常人来看，犹大即个战争一定会输去。即款腹背受敌、前无路，后边有追兵，是毋是好亲像咱真实生活中咱会拄到的困境？兄弟姊妹，其实也是人一定会加减会拄到即个情形。即个攻击咱的对敌，可能是咱生活中种种的代志甲物件。咱感觉学生囡仔读册，都无烦无恼，感谢是学生因有因的学业的压力，工作、经济，有真侪人有家庭感情侪的问题，教会服侍。甚至有真侪有真侪较长辈，伊的身躯片痛等等，才来对敌来攻击伊。无错，常常打电话互咱的长辈，卡去因拢咧害你，你毋知？一卡去听了无数个声音啊，无数来紧吼，安尼醒起者吼，因为伊害我袂来对伊安尼无来往，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平安哦，无事，我无平安。为什么？我真艰苦。这对敌随时对咱每一个人产生真大的影响，造成咱侪精神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影响咱产生怨愤、嫉妒，甚至失去平安甲喜乐。含伫深渊内底，黑暗深渊内底，互咱非常的艰苦，甚至互咱做出错误的选择，渐渐来离开上帝。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同款，因为不断拄着征战，其实是因学习未晓，真做上帝的子民应该要过什么敬拜的生活。如今的基督徒是毋是也同款拄着同款的问题？咱毋知影要如何过正确信仰的生活。咱继续来看今仔日14节到17节，14节到17节的经文。咱做伙来读一下吼，14节到17节来，请犹大人越头看前后拢有对敌的兵，就求耶和华。这时也奔后头，犹大人就嗷叫。犹大人嗷叫的时，上帝就拍赢亚罗波安甲以色列众人伫阿比亚甲犹大人的面前。以色列人伫犹大人的面前逃走，上帝交因伫犹大人的手。阿比亚甲伊的百姓大杀死因。以色列人倒下来死的有50万人，过境的人。这个战争死50万人。当问题来的时，咱习惯用咱人的眼光来看代志。80万一定赢过40万，这是真简单说法的问题。80一定大于40。不过，这个王一定嘛是安尼想，
我是80万，伊较40万，我一定会赢。这完全是靠咱家己咱人的力量去计谋代志。但是以上帝角度来看，毋是安尼。上帝角度来看，这是真假生命的战争。咱讲南国犹大的这个王阿比亚，伊虽然明白上帝有限，但是咱知影这个规个这个犹大这个国家，还是维持有敬拜上帝的宗教理由。圣经讲，因有祭司，有利未人，因有祭司、利未人。相对北国，因用有来代替上帝是无共款的。咱看今日的经文14节，当因腹背受敌危险的时，咱看到犹大人因做出选择选择倚靠上帝，因为因知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犹大人大声求救上帝祭司嘛当时分号头吹号角。你迄个当时吹号角有代表有悔改的意思因为悔改求救就是当时就是有悔改。当咱拄到代志，咱求救上帝帮助咱时，咱就是咧悔改。咱悔改讲，上帝你来怜悯我，我无法度来处理这项代志。无数较早刚都有讲过，我拄到一个看到一个车祸，两边乌多摆弄到的时阵，我拄离遮伊咱弄到伫我头前，一个倒落去，一个爬起，迄个人趴咧涂骹祈祷求救上帝。我讲哎呦，这是祈祷图的，因为伊看到对面弄到迄人倒去，伊惊伊死去死去要走，伊趴咧涂骹求救耶和华。迄时我真惊遐，哇！这个信用真好，这个信用真好。迄阵我主信主无偌久。兄弟姊妹，无说毋知你拄着人生的危机的时阵，咱讲腹背受敌的困境。这个困境无管你是甚物，也是人一定会拄着，你是如何来反应？伊个无输信主真情。一般我参世上人共款，凡事拢靠家己的气力甲能力。当然，迄种时嘛是初一15嘛是常常有咧拜拜。后来撞得头破血流，嘛是真无奈咬紧牙根，无奈。这是一般人伫生活中拄着真无奈的代志，因就是今仔日安尼。但是信主了后，咱倚靠上帝，咱开始过行信心的生活。上帝开始为咱征战，咱虽然关关歹过，咱是关关嘛是来过。咱咱兄弟姊妹中间有真多见证，咱嘛是咧陪伴。咱最近咱的毅力节去开刀，知影毅力节的情形会知影，几年3年3、4年了。迄阵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伫隆重的时阵，无属去遐看。迄阵医生已经宣判，剩无几个月。因先生伫我边仔，听到迄消息，规个拢哭落去，哭但是伫咱的陪伴祈祷的中间，无共款上帝互伊有真大的应允。如果伫咱行信心的生活，咱的属灵的目睭会受拍开，咱会渐渐看到上帝互咱的应允。兄弟姊妹，如果咱是有上帝通倚靠的人咱毋通过着好亲像无主的人。拄着代志，咱亲像乌桐苍蝇共款，咱拢是用咱家己的方式来处理，真正无法度较来想到上帝。就好亲像牧师真正有见证阮妹妹伊的小姑大姑的代志，伫台大血癌，等伊已经无法度就是讲下办下拢去办，下算的拢去算真正无法度。因妈妈因婆婆想想到，恁阿兄敢是牧师的，会使来边帮阮祈祷一下袂？咱毋通像无信主的人，咱爱第一个时间，咱爱倚靠上帝，
咱来倚靠上帝，咱毋通像无头苍蝇，咱咧四过飞。咱来合适犹太人伫患难中间、危机中间，咱就要求救耶和华帮助，耶和华上帝来帮助。咱来看，咱看15节到17节，咱拄着咱读的咧中间，这个战术出现真大的改变。咱讲峰回路转的改变，嘛是咱想袂到的。咱嘛想袂到，即摆伊利安尼很健康，佫伫主里好咧服侍。这是咱上帝替伊来征战，上帝亲自为犹太人来征战。圣经讲，上帝将以色列人交予犹太人，甲伊个王，迄天受杀以色列人有50万人啊！这个是真恐怖的战术啊！各位兄弟，当咱愿意将咱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无管大代志、小代志，迄天伊利先客气，无需要去遐看。伊讲牧师，这个是小手术，这次是个小手术，你不用来。我没有什么叫做小手术，牧师要带咱建成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听来相互医院来在你看。咱愿意将咱的问题交到主的面前，倚靠上帝，无倚靠家己的气力，上帝会帮助咱真正好的真正，会拄起咱，互咱惊吓。互咱担心一切的对敌。最后一节的经文讲，就是今仔日的经文18节。迄时以色列人就降服，犹太人就得到卡赢，因为倚靠耶和华，因来做上帝的缘故。40万人有法度赢过80万人的原因，当然是上帝替犹太人征战。这是一件超自然典现，超过人想会到的代志。伫迄个时代，无什么网络战争还是什么大炮什么纯粹是步兵，人比多。经文讲到，倚靠耶和华上帝，这看是真简单7个字。但是，咱人对始祖亚当夏娃遗传落来罪性的缘故，咱真歹倚靠别人啊！咱人常常是要啦倚靠家己啊。首先，咱牧师爱互咱用两个角度来看18节的经文，重点是甚物？第一个是上帝角度来看，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赢过一切这个世间这个神的上帝。上帝嘛对台北的家有因为因的国位的坚定，意思是就是讲，上帝绝对袂弃杀敬畏伊的囝儿啊！伊即摆来讲就是上帝袂弃杀愿意受洗基督下面的咱。咱拢已经受洗时，咱拢受抹油，信心甲咱同在，上帝拢袂弃杀咱，除非是咱无爱上帝。然后是人的角度，既然咱了解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咱来如何来做呢？咱来学习耶稣，耶稣信靠上帝，行十字架顶。耶稣信靠上帝的呼召，行十字架顶来完成拯救人类的计划，就是因为耶稣行十字架顶，咱较有法度长头生。耶稣说服上帝，诚侪要信靠上帝人的典范甲望。信靠是甚物？好亲像咱的细囝。细囝完全相信咱的爸母同款，你叫伊放手跳过来，伊会放手袂？咱在那个咱细囝伫迄桌仔顶无管是博彦的可勤，还是那个盛宴凯华的咧咱等下兄弟姊妹也有看公布栏还是电梯小看者咱顶礼拜咱的儿童主日学出去耍牧师有叫干事集合起来有真侪迄因真古锥
真古锥吼，会较看。咱叫盛宴跳，还是课程跳，伊会跳袂？伊会跳。伊相信因爸爸，相信舞龙阿公，伊会跳去互伊。但是，咱年纪愈大，叫你跳，叫你目睭要在你看，你都毋敢行落去哦。所以信靠是啥物？首先爱做的是爱放手，爱放手，离开原来你倚靠的物件。啊，弟姊妹，咱来倚靠上帝的时阵，咱来离开原来倚靠上帝的物件，倚靠的物件。你袂来倚靠恁囝、恁孙、恁另外一半，毋是，迄毋是你倚靠，迄是袂歹，迄是咱斗阵。但是你爱倚靠的是上帝啊！你爱离开你所倚靠的金钱、你的地位、你的事业，甚至你倚靠你内心的骄傲啊，惊上帝。这个过程就像犹太人共款，因奔号头，他们吹号角就悔改。这个过程咱来悔改，你无悔改，你无法度无搁倚靠家己。当你悔改时，你就较有法度，无想要搁倚靠家己。我无法度。牧师嘛，牧师拢用一个例，互你较知影吼。我嘛讲过阮阿嬷，阮内嬷。阮拄着阮迄阵家族，我细汉时阵看伊，阮家族拄着大个代志，伊伫生命的头前是跪落去哭，趴落去。兄弟姊妹，咱来完全交托信赖上帝。咱来离开咱感觉咱有倚靠，咱莫搁倚靠海。兄弟姊妹，咱相信上帝的主权，咱来相信上帝对咱一生的安排。有容易无？讲的毋是遮简单，这是需要不断伫咱信用团体来对咱来操练。像我拄则讲的，咱毅力，咱看毅力安尼一路行过来，伊病痛的时阵，伊阁帮真侪兄弟姊妹祈祷。迄天伊知影伊的老师李水兄，伫慈济咧带病的时阵。伊要你病院检查进前，伊阁参郑美长老，叫做郑美长老陪伊去遐看伊。伊相信从这个主管，然后咱你信用的团队不断来操练咱的信用，不管咱未来生命的处境是好还是歹，遇到台风、落大雨，甚至咱有感觉上帝你哪会拢无听我的祈祷？我对着这个对敌，我这个困境，咱拢无改变。中文说其后不然，其后不然。台语应该是安尼，就是安尼。咱有法度做到，上帝你若是无听我祈祷，就是安尼。我愿要坚定来信靠你。咱有法度做到安尼无？这样兄弟姊妹，咱毋知大家对宣教的印象是啥物？咱可能宣教，因为咱今日有讲了腹背受敌的宣教，哦，咱逐讲奇怪宣教，咱还未出现。宣教可能是出去某一个所在来服侍，有偏乡，哦，大家拢会去偏乡。牧师读神的时阵，我有去缅甸短宣。哦，有去国外，啊，即站有一个牧师听我的分享，阮的故乡真正是福音的沙漠，信心感动伊。伊去年28月中的时阵，去阮的故乡宣教6天，一个人开10000外箍，14个人，因的教会拄啊对智慧生堂会，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带14个去我遐宣教。咱信歌队9月28号、29号，咱要去新竹新丰教会服侍。这间教会嘛是伫新竹县嘛，算偏乡，目前无传到遮。有的教会有儿童周末营，咱建成较早嘛，儿童周末营，甚至偏乡还有客服班。但是咱也知影，宣教会过程的中间上重要是啥物？是金钱吗？毋
毋是，是人啊，是人。会记伫新学院有一个外国来的新约的老师，在阮教导哦。耶稣未命令咱去地极传福音，耶稣教导我们要去地极传福音，奉主的名给他们受洗。伊对地极的看法，较咱理解的看法无共款。伊用伊无完全爱去清远的所在去宣教，较是宣教啊。伊认办的地极就是对啊，你的厝边就是地极，你的邻居就是地极啊。也是安尼，咱每一个人如何活出我靠上帝，亲像耶稣的款式的性命，就非常的重要。怎样讲？因为你活着就是宣教的。毋是宣教队、圣歌队、宣教队出去，较是宣教哦。咱每一个人即摆伫咱的工作上，伫咱的厝的，咱厝边都是宣教的。咱要为主做见证的，因为宣教的过程中有真多的真见。使徒行传嘛有讲到，保罗甲巴拉巴，伊伫宣教的过程中间啊。两个意见袂合，分柴火。所以无管是团队还是个人，当咱要为主做工的时，咱讲信心动工。我要为主大发热心的时阵，魔鬼嘛会动工嘞。因为魔鬼上介咱诚做昨日做礼拜的基督徒，听完礼拜你就转去。啊！你伫厝的你拜一到拜六，莫互人发现你是基督徒。安尼是魔鬼上来。当咱大发热心的时阵，迄是魔鬼上无介意的。伊咱教会会宣导部你做社区长辈的事工，还是拿求福音的事工。如果咱这个事工比比吵吵闹闹，也是安尼，咱这个事工，咱这个宣教，敢有法度搁做落去？无法度啊！昨天姊妹长老，等你做社区这个事工的时阵，是一个真正。咱这个志工，拢是一个真正。因啥有诶，咱感觉咱在长辈来咱教会无守规矩咱逐摆讲就无守规矩，变数乌白用。咱感觉咱伫教会应该有真多的规矩，但是咱拢无想到，人有法度行入来教会，迄就是无简单的代志。咱来完全来调整，所以阮真，因为昨咱阮有共款的看见，咱来用听来听因，咱嘛袂当互因来到咱教会参加，咱就感觉咱这课程怎咱就今日才能讲叫因来信主，叫因来信主，互人有压力，这是袂使，这是袂使。今日的经文，互咱知影，咱一生爱专人倚靠上帝，信靠上帝。咱的目睭爱常常看着上帝。当咱目睭常常看上帝时，咱就袂看到咱家己，还是咱这个整个咱这个服侍过程的中间，咱拄到的问题。真侪人讲个在长老反映怎样，嘛在牧师反映讲迄个部怎样，迄个人怎样。牧师一般拢袂马上回答你问题，我会听伊讲煞。你有想要怎样做无？当咱常常看别人的问题，你姊妹，咱甲常常目睭看上帝，咱就袂看到咱家己有啥物问题。咱拄则牧师你讲的长辈，有的长辈毋是爱好。有迄可能是在牧师撒娇啦，撒奶的款啦，有的长辈，咱知影，都是非常的艰苦，伊为共款是安尼有气力，你鼓励牧师，因为信靠的过程中间，咱对上帝信心会愈来愈坚定。咱信靠上帝的信心一定要操练。
这坚定的帮助咱每一个人更较谦卑、吞忍、顺服、有疼心、包容、三夫妻，甚至咱愿意来牺牲。牺牲毋是讲叫你杀啊去死，毋是。咱愿意陪一个兄弟姊妹加行一里路，迄就是牺牲。我嘛听讲吼，私底下我莫讲名，有人吼陪某一个人吼去买菜啦，去买菜，迄毋是一定爱做，伊买菜。你伫半时间，因为伊无方便，陪伊去买菜。当咱愿意安尼行，4秒钟的对敌，就无法度对咱产生任何的攻击甲应有。反正兄弟姊妹，反正咱会渐渐成做这世上的光较盐，为主做见证。咱三同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历代志下卷对阮讲过，对你透过历代志下卷对当初受掠转来以色列百姓讲话，如今依然对阮来讲话。阮看我靠上帝的性命甲应允是遮尔赞，遮尔有盼望。愿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阮无过要挖靠家己的沟，阮无过常常看家己的问题、家己的压力。反正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上阮的目睭看上帝，互阮伫服侍过程中间，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困难。我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324首，信息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奉献，请交代同工来进行。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诗歌。请坐。咱来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请咱来为着原主的灵深深引带，互咱明白上帝疼世间人。这应允帮助咱专心倚靠主耶稣行未来的路。咱为着咱的机体，王兰妈、甘基姐、德明兄、邱敏姐、宝玉姐。丽水兄、祥瑶兄、清光兄、苏珍、刘老师、丽慧姐、易梅、杜昭、秀荣姐、张美、蜀基兄、寿如姐、以诺小朋友、慧中、碧莲姐、红龙、雅娜、怡君、志坚、文成、毅力，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为他们祷告。为即将已经开学明天即将开学的银发族的后厝边，咱为着所有的志工、同工身心灵健壮，有记录能力会当陪伴遮的社区的朋友，咱愿主施恩保守，中东的紧张局势会当得到控制，愿公义人民的主会当保佑这个所全世界。请咱开声来为这个代志，咱来献上咱的祈祷。主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祝福教会的姐妹伫咧内面互相扶持，彼此关心。我们为着教会的集体，用力开声祈祷，愿主保守每一个人的心，愿今日你相顺，互阮平安来喜乐。阮要为着两者的集体祈求主的医治，先求人到因，叫因的身体同心灵拢会当得到恢复。主啊，求你给阮的平安心，阮彼此相听，互相扶持，互主伫阮的中间得到荣耀，就是我们用出所感谢主祷文，人哋来祈祷讲，主啊，感谢你，主啊，你主保守。感谢你，主啊，我你是这样主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
祝福教会兄弟姊妹伫你内面互相扶持、互相关心。我要为着教会集体向你开声祈祷，愿主保守每一个人的心，互阮拢当经历你赏赐互阮的平安甲喜乐。阮也要为着软正的肢体祈求主的医治，圣主临到因，叫因的身体甲心灵会当得到恢复。主啊，求你加添阮的疼心，互阮彼此相疼，彼此扶持，互主伫阮的中间得到荣耀。这时，我们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我们三角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来看今仔周报。本周主的活动，当节目者，请咱家己注意，并事先来做准备。咱大多的事项，请放伫咱逐工的灵修祈祷中，咱继续来关心。咱来看教会消息。本主日，咱姊妹牧师陈荣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新礼典，都中一个周年要召开小会。咱第二点，社区关怀据点，咱引发在好厝边，咱的秋季班，后来有4个月，9月、10月、11月、12月，要伫明仔载陆续开课，陆续开课，咱1、4、5，一礼拜有3天。为早起甲下午，咱拢总有6个班级，要陆续开课。大家为着咱课程顺利进行，搭常务的志工来带导。后来9月15，咱礼拜，就是咱教会下晡4点，多一礼拜下晡4点，要伫咱教会1楼，要举办中秋的烤肉，像中秋节就烤肉节，咱就是常常有来常常来参加主日礼拜，咱的对象是有常常参加主日礼拜甲团体活动，咱以主日礼拜出席点名表为主，后来是咱有着收费用，这咱已经拢知影，咱就是讲注意，咱主要是要参加紧报名，咱就准备很丰盛，全教会一个联谊的活动，那就是希望大家踊跃参加。那报名就是伫个今仔日咱要截止，因为咱要准备咱的材料人数偌济咱比较好能够采购也不要过多，然后造成浪费所以麻烦大家注意这个登记时间后来是咱第4点，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咱要9月22要颁发，奖学金的发放的办法，咱伫公布栏拢有那请咱申请伫9月15日咱要截止所以请咱的咱的主题会当来迄落申请。后来各团体会长，请伫9月22以前要交第4季10月甲12月的服饰排班到聚会主题，互咱的干事会诊咱会当完成第4季的季表聚会的季表。后来告解消息，9月15日下午3点，七星中会要举行徐仁传道师丰利牧师他就任台北公馆教会第5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咱来关心带到。后来咱红的面色搭，请咱大家来来看，有毋对也来更正。请咱今日来吟信息第508首，信息508首，请咱起立来吟。你的万爸爸不把
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较扶持，互咱一世人挖靠上帝的信心甲气力来跑走未来的路站，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智慧